来顶一届的丹纳斯洪台升等南台湾，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到立法院报告，讲这届的救灾确实有真侪无够的所在，伊对灾民感觉抱歉，嘛向国人表示歉意。我也承认，我们面对强风豪雨，我们的韧性不足，我们愿意承担未来的责任，我们也愿意为这一次所有的不足向国人表示最大的歉意。但那是风台和西南气流大雨影响南台湾，对台湾人的思想和财损，行政院长都英泰除了会实咧，嘛讲出包含农业设施、电力系统、社会福管和产业促进等9个项目，嘛并560亿协助受灾的县市做中建。当国内发生灾情的时候，我们的国军就应该全力的投入救灾，不要再有其他任何理由，可不可以？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状况跟要求，也要履行救灾视同作战，可以吗？可以。只是民众党这期特别条例伫咧利用和废料这种管制的补助有大小目之分。台南市长黄伟提进前嘛将精尖基础建设的地税经费所来用，对这件代志党团版本的检听黄伟提了条款，应该依照补助的目的及项目之用，不得移作他用，否则的话，像黄伟哲这种违法滥权的状况会持续的发生。那在遐立会开始动作，这一边风灾影响的地区，大部分是利营执政区。民进党立委嘛要求行政团队强化救灾方案。这国家的指挥系统如果没有提升的话，那韧性就难以恢复啊。即便你有那些的设备或那些的人员，如果没有指挥系统全力的动员的话，这韧性就没有办法发挥。面对灾后中建，就算调整提安尼版本无共款，不过拢是希望灾区会当赶紧恢复原来的模样。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